哦，对着。哎，伙计，哎，往后退，往后退啊！不让进来，不让进来。有啥子事情？哦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里昨晚发生命案了啊，有2个人遇害了。那记录呢？记录也是遇害的2个人其中之一啊。那凶手是谁呀？凶手我们肯定查得到啊，多的不要再问了啊！好，哎，所有人啊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不要再往前挤了啊！不要乱抽烈了，往后站，往后站。哎，啥子发现？发现一串佛珠，疑似第3人掉的。根据科学可以这马上送到县城里面去化验。好。这一点，这我就老多可的，那都见过。我老更难工去找没有，用那么多。跟着可有，跟着可有，跟着。这就是，我觉得我把这跟着的，我把这跟着，我打拖把，快点，拖把，快点打呀！
跟这个单学生，多远的这么多公里才有的？大兄，住！全在那接头的。可是这，我什么就有？先赢赢。哎呀，
看来起啊，哎呦，看来是，就等着干理起来的。那，不管多少呢，哪些了，俺也懂这的了。这呢，啊，你们你是就注重了吧？这样的。如果没得，啊，就这么看的他，你拉线几样是个？我说。